近視嘅人睇唔清遠處嘅嘢，眼前總係一片模糊。呢種視覺障礙好似我哋對現實嘅認知一樣，有時我哋對事實嘅理解一樣模糊不清，好似戴咗一副唔啱度數嘅眼鏡。喺香港呢個充滿變動同矛盾嘅城市，好多人就好似近視者一樣，俾唔同立場、資訊、情感蒙蔽咗雙眼，睇唔清事實嘅真相。香港嘅街頭曾經係繁華同活力嘅象徵，而而家被動盪籠罩，社會撕裂、政治對立、經濟壓力，呢啲係香港人每日面對嘅情況。但係近視嘅人睇唔清遠處嘅細節，好多人對呢啲問題嘅認知同樣模糊不清。而我正係千禧年代05年出世嘅一份子，亦都正好係香港回歸後嘅變遷期。作為新香港嘅一員，我親眼見證住呢個城市嘅轉變，亦都喺呢一個環境中慢慢形成咗屬於自己嘅觀點。喺我細個嘅時候，香港仲係一個繁榮嘅國際都市。不過隨住時間過去，社會動盪同政治紛爭開始影響每一個人。我記得屋企長輩對政治嘅睇法其實同我完全唔一樣。慢慢家庭聚會都成日因為意見分歧而變得越嚟越緊張。貧富，香港嘅樓價越嚟越高，貧富差距越嚟越大，而年輕人揾工都越嚟越難。身邊唔同嘅朋友都開始要返工，唔再係一直讀書。唔同嘅經濟問題令香港嘅未來充滿不確定性。唔少人淨係睇到眼前嘅困境，而睇唔出未來嘅方向。由呢啲唔同嘅細事件之下，香港嘅社會開始不斷分裂，每個人都有自己嘅意見。而我喺呢個環境之下，我慢慢都明白咗，其實自己都同我所講嘅近視者一樣，睇唔清事實嘅全貌。我慢慢開始除低有色眼鏡，用唔同度數嘅眼鏡嚟俾自己望清呢個世界，從唔同角度了解呢個城市唔同嘅人，感受唔同嘅觀點。當我發現我努力去聆聽同理解嘅時候，視野自然就會清晰。雖然望到嘅嘢並唔代表就係完美，其實近視者需要有正確度數嘅眼鏡先可以睇清到世界。同樣地，我哋都需要有正確嘅資訊同開放嘅心態，先可以睇清香港嘅現實。香港嘅未來充滿住唔同嘅挑戰，而我哋只可以除低有色眼鏡，戴上一副正確嘅眼鏡，嘗試理解彼此，先可以揾到前進嘅道路。或許我哋唔可以即刻睇清晒一切，但至少努力可以令到視野清晰，用開放嘅心態面對香港嘅挑戰，去尋找屬於呢個城市真實嘅面貌。